lớp trên thẳng bông 第一课ngừng吹lớp ra 我们的学校年名了这是 Srki 月我的名字叫扎西迪耶lớp ra影这是我的学校我lớp ra了左丢了嘎波月我很喜欢上学去我吹lớp ra了紧着出月我们的学校有6个班级我吹lớp ra了健康就业我们的学校有10间教室我吹健康了国家堂就在那帮借阅我们的教室里有椅子桌子以及黑板我吹lớp ra年库了这趟堂上卷我们学校的附近有游乐场、洗手间。通手没多去蹲着养月，饮水间还有花圃。紧着 percent cấp數，我吹這趟土這麼這起月。在課堂中場休息的時間。我们在游乐场里玩耍。lớp J Koryudu 新东切丘敏扎瓦芒波祝月。学校的周围种植着许多大小不同的树木。我从 lớp J 左个只切张妈困起月。我们上学时穿着干净的制服。我从 lớp J 去 top 度就是 top 7个月。我们设法能准时到达学校。我吹 lớp J 短途，在我们学校的前面。恰去且于缺点西江月，还有一座供人礼敬朝拜的佛塔。lớp J 夹落数离冲冲西月，学校的后面有一座小小的山。离提这啦隆大芒波祝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风马旗。解决给总称替换练习。我可以提供了个波月。我很喜欢做什么？我lớp J了足够了个波月。我很喜欢去学校。我lớp J提供了个波月。我很喜欢学习。我陪给提供了个波月。我很喜欢讲藏语。我陪写当久了个波月。我很喜欢唱藏歌。我内过了切久了个波月。
我很喜欢朝圣。我搭这切久啦噶波月。我很喜欢观察。我咖啡冻久啦噶波月。我很喜欢喝咖啡。我悄悄做久啦噶波月。我很喜欢散步。真正 percent cấp數，我最撒恰开始啦，开始切起月。在课堂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真正 percent cấp數，我最这趟啦，这么这起月。在课堂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在游乐场玩耍。真正 percent cấp數，我最入坑啦，艺术行起月。在课堂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在教室休息。真正 percent cấp數，我最撒坑啦，卡拉撒起月。在课堂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在餐厅用餐。真正 percent cấp數，我最咖啡康啦，咖啡通起月。在课堂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在咖啡厅喝咖啡。日头这啦，开始漫步住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什么？日头这啦，弄大漫步住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风马旗。日头这啦，拍灯漫步住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经幡。日头这啦，都人漫步住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石碑。日头这啦，确定漫步住月。在那座山顶上树立了许多佛塔。生词。lớp tra， 学校。名字。知系，泽西，吉祥。叫做，称呼。左揪，将去。嘎波，喜欢。紧着，班级。健康，教室。group gak， 椅子，凳子。桌子，桌子。낙방，黑板。借，连同。年库罗罗，附近。这趟，游乐场。商榷，洗手间，厕所。通处，饮水间。美多奇顿着，花圃，花园。
percent 中场休息 gap 时候 zemoze 玩游戏玩耍 koryuk 周围环境新东树木切丘大小敏扎瓦不同的芒波许多竹把种植树立这一切制服脏吗干净的裙穿戴推透度准时地按时地到达 top 能够top 且设法想办法开这一短土在什么的前面恰确且礼敬供养朝拜与对镜缺灯佛塔舍利塔开这一夹落数在什么的后面ris山穹穹小的提那这尖端顶峰隆大风马旗运气